好，第12條咧，咁呢題比較適合清下大家嘅 concept 啦，即係第14課啦，我諗應該係。咁首先咧，售價嘅即係完全競爭啦，咁利潤極大化條件 P 等於 MC 嘅。咁即係要點樣咧？其實你要將呢個平均成本乘翻產量變總成本，跟住再下減上計翻邊際成本，去揾到同市場價格一模一樣嘅邊際成本咧，你就可以確認到最終嘅產出啦。OK。咁啊時間啦，我哋計咗啦，咁所以我哋逐個睇咯喎。咁 A 就唔啱嘅，因為規模經濟係咩意思咧？係 Q 升嘅時候 AC 跌。咁而家 Q 升即係產量升、規模升。咁而家成個如果係6蚊去4蚊咧，咁其實你見到佢產量係跌㗎。OK， 4去3係跌㗎，所以唔啱啊。跟住 B 啦，總成本即係呢度嘅總成本，咁係由18去到12啊，所以唔係30。C 利潤就係 P 乘 Q 減翻總成本。咁啊，以前係6蚊，而家係0蚊，所以利潤下降咗6蚊嘅，所以 C 係啱嘅。OK， 仲有多唔啱啊？供應量係由4去3啊，所以呢度係 fake 嚟嘅，咁答案就係 C 啊。